做伙来看这正珍贵的画面哦，是有民众暗时驶车的时阵，经过大高线水尾5号这个路段呢，伫个路面去撞到一只熊仔囝。主要呢，因为这乌熊呢，普遍来讲拢是伫个倒溪出现，这回有影是真特殊，所以就互民众用手机啊，甲录落来。黑熊哎，给你，小黑熊，小黑熊，是吗？小黑熊对，小黑熊。啊，伊停的时候你都爱停啊，你搁一直。这乌熊创的新道大高线事件是发生伫1月7日透早5点20分，民众驶车经过花莲水尾乡5号路段的时阵，发现路径有一只乌熊，看起来是一只细只乌熊，唔知是安怎走去车路。附近的人拢惊一条，因为乌熊大部分拢出现伫倒溪乡的山区。他遇到，他没有停啊，没有赶啊，他直接开车过去啊。平常我们这边没有熊哎，可能上面面好吃，跑来这边吃啊。乌熊伫路里走，好佳在无发生意外。暗过画面上传到网络了，引起争议。林保署花莲分署是呼吁，拄着乌熊千万唔通改赶，应该赶紧离开，才被严刑抢夺。你是在汽车里面的话，呼吁民众千万不要下车。如果是在山区的话，遇到黑熊，那我们尽可能的跟黑熊不要有眼神的接触，慢慢的退后，然后逐渐的拉开人跟熊的距离。那通常这个时候，黑熊就会慢慢的转身离开。林保署强调，台湾乌熊袂冬眠，伫天气寒的时阵，拢会到低海拔地区活动。呼吁住伫山区或者是山脚民众，将食物或者是喷烧好，才避免野生动物来找食物。若发现乌熊了后，马上通报林保署。